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直触摸。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来进入罗马书第4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秀玲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牧师早安，各位兄姐早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感谢赞美你，又赏赐一个美好的早晨，让我们再一次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透过网络在空中和弟兄姐妹研读你的话语。主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如同你恩待迦南教会一样。新的看见，新的挑战，新的恩典，求主持续保守弟兄姐妹的脚步，加深我们的觉子，拉长我们的绳子，扩张我们的布幔，让感动众先知的灵加倍感动我们，燃起火热服侍的心志，超越年龄的限制，超越肉体的软弱，让我们在各样事工上靠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这一切都要欢呼歌唱，荣耀主名。孩子这样的宣告和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在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在讲到神的义，而神的义要在各个地方来彰显。那特别在引言之后，保罗要让我们看到神的义如何在罪恶当中来彰显。那昨天我们看到16节17节是宣告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圣经哈巴谷书2章4节所记载，义人必因信来得生。那今天要进一步的来看到，就是神在罪恶上的公义，从第1章18节一直到3章的20节。那在这一段的当中，那18到32节讲到外邦世界被定为罪，被定为是有罪的。2章1节到3章8节讲到犹太人被定为有罪的。那3章9节到20节讲到全世界被定为有罪的。所以保罗进入这个罗马书的主题，第一个就是要让人知道人为什么有罪啊。那这是普世的罪或是所说的原罪并不是指这个出生以后才犯的罪，就是在母腹当中就有罪。那这是属于普世的罪，也显出人需要神的义。如果人没有这个原罪的话呢，或是人可以靠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罪的问题，那就没有人需要神。但是因为每个人不论是谁，不论哪个国家，犹太人、外邦人，全世界的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而且无力自救所以以至于只能够依靠上帝的拯救来脱离罪。那但是因为人没有去好好认识这个罪，以至于他们不晓得他们还在罪中，不晓得他们需要如何来脱离这个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连保罗也承认自己有罪。那保罗也说他真是苦谁能够救他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罪，当我们去认识罪的时候，才会去认识救恩，那也会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必须需要依靠神的拯救。那在18到32节呢，今天可以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神的愤怒，神为什么愤怒？那神的愤怒是显在不义的人身上，因为他们压制真理所以从这些压制真理的人身上可以看见神
他的愤怒彰显了。好，那昨天是看到说神的义在福音上彰显，现在是神的愤怒在不义的人身上彰显。好，所以这是一个对照17和18节。那神愤怒是因为人在信心上是明知又故犯。好，那人应该有正确的信心，可以来正确的认识神。好，但是呢，却不用这个信心来认识神，好，却不承认神，也不敬拜神，甚至去敬拜虚妄，而自甘堕落。好，那这也是神愤怒的原因啊。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对不起，好，我们昨天讲到了16、17节很重要，好，所以再读一次。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因为这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使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是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的人将得生命。所以福音显出在神的义上显明出来。那今天要看到是神的愤怒如何在不义的人身上显明出来。好，那接着请秀玲执事带我们来读18到23节。18节，人的不虔不义蒙蔽了真理，上帝就从天上显示他的义愤。上帝惩罚他们，因为关于他的事，人可以知道的，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他们眼前，是上帝亲自向他们显明的。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其实从创世以来都看得见，是由他所造的万物来辨认出来的。所以人没有什么借口，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把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荒唐，心思暗昧，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蠢。他们不敬拜永生的上帝，反而去拜偶像，就是那些仿造必死的人、飞禽、走兽、爬虫等形状所制造出来的。以上。好，谢谢。那在18节呢，好的前面呢，有一个和本有翻一个原来啊。好，那就是说为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好，那和本前面有这个字啊，就是原来好是人的不虔不义蒙蔽了真理。那不虔不义就是对神的不敬畏。好，那这不义呢，指的就是指不公义，做罪恶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好是压制真理。好，那和本是用压制这个字。好，那现在做译本是用蒙蔽啊，好，那就是指阻挡或是阻碍。好，所以神的真理好是要借着福音来显明，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不虔不义的人呢，就是对神没有敬畏，对神然后对人好又行这些邪恶的事情呢，压制了真理。所以上帝呢就显出他的愤怒来。那这愤怒呢在现在中译本里面就翻成义愤了，义愤。好，那这个愤怒的意思呢，就是神对罪恶的排斥。神呢他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妥协，没有办法与这样子的不义不虔不义的事情共存。甚至呢这样的愤怒呢是一个已经多到满出来的意思，多到满出来的意思。好，所以就是上帝好像他的愤怒即将要爆炸一样。好，那这个意思呢，跟前面的16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个神的大能，也是有这个要爆炸的意思。所以16节、18节可以来对照，而19节说上帝就惩罚他们，接着因为上帝的愤怒已经满出来，上帝采取行动。那采取行动是因为关于神的事情，就是关于他，就是关于神自己的事情，有几个是人可以知道的。那人为什么可以知道呢？是因为已经清清楚楚摆在他们眼前。和本翻成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啊，就是人可以从心中去认识神。那么在上这个 A1 造就的时候呢，初信造就的时候，可以看到认识神的几个方式。那不论是从宇宙万物，或是从圣经，或是从人心，或是从人的本质，都可以去认出神。而这个神是亲自向人来显明自己，就是在人的心里面，是在人的
人的中间，好，那个人的心里呢，也可以说在人的中间。好，接着人跟人在一起的相处，好，都可以去认识神。那也就只有受造物当中，只有人会去敬拜神。好，人跟人在一起会有寻求神的这样动力和动能。好，那动物不会，飞禽不会，走兽不会，那就是唯有人。好，所以神造人是按着我们从创世纪到说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所以人看到人，好像就是人看到神。所以人在人的中间，好，是可以来看见神的存在。连动物都看到人，好，就会敬畏，好，因为知道是有神的形象。但是人呢，好，每天都在看到神的形象，好，却蒙蔽真理，却不能接受。好，那第20节，好，上帝那看不见的特性，好，那在和本翻成好，就是神的神，这个虽眼不能见好，虽眼不能见是什么呢？好，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神的永能和神性。好，那永恒的大能，好，那就是现在中译本把永能翻成永恒的大能，这是正确的。好，就是上帝的能力是永远存在。那神性呢？好，这个字在整个圣经当中就只有这里有出现。好，那这个字很特别，好，就是指说属神的数值。好，这是属于神的数值。所以神的永恒性和神自己就是神。好，就是I am BIM。好，我就是我。好，神就是那自有拥有的。好，这是神的神性。好，是从创世以来都可以看得见的。好，那只要人去追求永恒，好，不是追求地上短暂的，他们都能够看见那永恒的神是背后，好，都是造物主在那。好，怎么看得见？是由他所造的万物来辨认出来。所以人没有什么借口。所以借着神所造的，还有我们所看到的在人的中间，以及上帝所造的世界，那透过这两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看见神是明明可知的。即便神不是用眼睛能够看见，就是不是用肉眼来看见的，因为这是神的不可见性。那看不见的特性，好，这个翻译好是20节，这个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文的。好，就是眼不能见，好，那是神的一种性质，是不能看见的。好，但是呢，借着人和万物，人可以看出来。那21节，好，继续讲到说因为，好，这里有个因为，好，但是这里也没有翻出来和本有因为他们虽知道神，虽然知道有神，不见得认识，但是知道，却不把荣耀归给神，不感谢神。所以即便他们不是自己看出来在人的中间有神，或是从宇宙万物背后受造物背后看出有神，但是他们总是听过有这一位神，听到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就是把神当作是一个虚无，把神当作是一个荒谬，把神当作是一个传说。那就不去荣耀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掌管真理的神，也不感谢赏赐生命的神，不感谢赐给我们有这个上帝形象的这位神。所以呢，他们把神当作虚无，所以他们的思想就成为虚无，他们的思想就荒唐，心智就暗昧。这个荒唐跟暗昧的意思就变成虚妄或是昏暗。就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光中，没有办法进入真理当中，以至于他们就远离了真理，那就是所谓的沉沦。22节讲到说他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为他们可以找到神，或是找到他们，或是自以为就是像创世纪11章的巴别塔，他们要造塔到天上去，为自己来留名，然后呢，要超越这个神，其实是愚蠢因为人呢没有办法像神一样来造一切，就好像人是一个蚂蚁要挑战一个大象一样，那在他眼中他没有看到大象，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整个画面的大象，那他就以为世界上没有大象。然后呢，他整天在大象的脚底下生活，
好，却不知道什么是大象。好，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蠢。他们不敬拜永生的上帝，反而去拜偶像。所以这就成为在罪中又罪加一等，已经不认识神就是一个罪。现在呢，又去悖逆神，不荣耀神，又是一个罪。然后呢，已经明知故犯，就是不认识神本身就有罪了。现在听到知道有神，又不去敬拜神，又有罪。现在不去敬拜神，又去敬拜偶像，那真的是连罪加好几等了。所以偶像是什么呢？就是仿照必死的人，按照人的样式所雕刻出来的，或是仿照飞禽，拜天上飞的，拜地上走的，拜地下爬的，拜水里游的，这些形状都是偶像。所以这偶像呢，就是取代神的荣耀，取代神的形象，而让神的这个有神形象的人呢，居然屈膝伏服去敬拜。所以从今天这个罗马书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活得的意义和价值。只要人正常活着，就是一种荣耀神。因为神看一切都是好的，看人的被造也是好的。那上帝呢也委任人要治理全地。好，那基督就是要管理这地，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好，所以上帝呢也委任人，他创造天地之后呢，就委任了人，要来管理全地。而基督徒的福音和使命就是要活出神的生命和荣耀。所以在创世纪就可以看到基督徒的这个使命，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好，那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彰显，但是神已经告诉人要活出神的形象。所以从亚当夏娃这些有名字的人开始，被神命名的人开始，他们每一个在旧约当中都目的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来荣耀神，来带领人来认识神，活在神的恩典救恩当中。但是人有名字有神的形象，却不活出神的样式，没有活出神的神性和永能的时候呢，就是罪。所以第1章23节，就是罪人将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反而去拜偶像，就是人不是往信仰往真信仰进步的过程，而是故意忽略真神，反而是堕落沉沦的过程。当人不认识神就已经罪，然后拒绝神又是罪，现在呢还去找其他的神来取代神，真的是罪加好几等了。所以什么是罪呢？在中文写4个非，那好像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行。但是在原文当中，罪的意思就是没有射到靶心，就是没有活在正中间，不论在外面在外圈在哪一圈，但是所射到的这些生活没有 focus， 没有 target 在这个中心的时候，没有活出神所赋予我们的人生，都是罪。所以这个罪，罗马书一开始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罪呢，就是没有活在上帝的中心当中，就是罪。所以很多的人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罪，是因为他没有去体会到这一层。所以罪怎样呢？罪会就使我们与神隔绝。罪呢就使我们与神越来越相离甚远了。罪呢就使我们不再听见神的真理，不再走在神的光中，而罪呢就让我们沉沦，甚至让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偶像的当中。所以在罗马书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偶像是什么呢？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地下爬的，或是到今天不再是拜这个有形体的，拜金钱、拜马门、拜权位、拜官位、拜学位，将各样的取代神，都是一种偶像，就是使人服服敬拜，而神的荣耀就不见了。这些神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明明可知这是神属于神的性质，却不去荣耀神。所以拜偶像就是追求这些地上的一切，但是敬拜神呢，就是将这一切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好，所以从今天这一段经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不前不义蒙蔽了真理。好，那还有就是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荣耀归给神，也不感谢神，而人不敬拜神，去拜假神啊。好，所以这是人的三重的罪啊。好，那从原罪好进入到真的是后来的这个犯罪。好，那这个都是一连串罪恶的连锁反应啊。好，所以在主日当中我们有讲到，耶稣的降生是要拯救世人，耶稣的降临为要审判罪人啊。不认识罪就不明白救恩。所以我们如果对于罪呢没有好好的去思想去认识，那么就不需要这个救恩。我们想说我们可以靠自己认真读书，认真工作，认真当个好爸爸好妈妈，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没有罪好称义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同样的在罪当中，没有脱离罪就得不到救恩，没有征服罪就尝不到救恩，没有抵挡罪就守不住救恩。所以罗马书1到3章呢，好，让我们看到世人都犯了罪，都在罪恶的底下。那唯有呢耶稣基督福音来到，才让我们进入那恩典，进入那救恩啊。这也是3章20节之后所说的。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外邦的世界在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这些非犹太人，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没有这本旧约圣经，那他们压制真理。好，就算他们没有旧约圣经，但是他们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好，只要被活在人的中间，跟借着神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但是呢，外邦人世上的人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从不论是以色列，他们是活出一个有神的一个同在的国家。那外邦的国家都会听见，都会传闻。那但是呢，却不去寻求这一位神已经是在最终，而人又在对神的信心上明知故犯，就自甘堕落。所以上帝对罪没有妥协的空间罪就是罪。好，那神不会因为这个人神爱这个人，那这个人犯了罪，上帝就假装没有看见。连大卫犯罪，上帝都没有办法接受，就派先知拿单去告诉他。那大卫做的正确事情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而不是像这个亚当夏娃，或是像该隐，或是像其他这个很多的人在罪恶当中，那却否认罪，逃避神。那罪人呢，看不见福音，因为他在罪中，所以罪人看不见神的神性，只有看见神的愤怒，就看到为什么我们要遭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昨天哈巴谷书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活在罪中，上帝要借着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来管教犹大人，上帝要来惩罚犹大人，因为他们已经自甘堕落，在上帝的子女当中居然还去拜假神，竟然还去寻求外国的支持，却不寻求神。所以罪人只看不见神的福音，只看见神的愤怒。而罪人的罪呢，就是在于没有把神当神，在本质上就犯罪没有去活出神的形象。而罪人越陷越深，一直沉沦到底，是因为罪人这3层的罪当中呢，用假神取代真神，罪加好几等了。所以盼望我们从今天罗马书当中18到23节，我们能够得到提醒，也能够好好的思考，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认识罪，有没有好好的来对付罪，有没有好好的来寻求神，让神的真理能够在我们身上来显明，那么不再活在罪中，而是能够罪得赦免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好，我们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圣经神的话，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让我们知道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努力，我们都没有办法救自己脱离这样罪的本质和躯体。但是主耶稣来
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救。主耶稣来是要救我们脱离这必死败坏的身体，也要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从心智上来明白认识真理，并且能够从那死荫之地幽暗的山谷当中能够来到青草地溪水旁和可安歇的水边能够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宴席和膏抹。主啊，求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我们如何是借着耶稣得救，也让帮助别人能够明白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罪，唯有靠基督，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活出得救的生命愿神帮助我们，也愿圣灵引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线上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今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里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